啊无啊，人口甲咱你是徛遐看创啊啦，出去啦，出去啦！无叫，啊你吼，就哭较大声哈，哭较大声的哈。你去，阿去，起来，即马无人啊，阿去。朋友，朋友，我真正想袂到，这世人会看到你，朋友。我办事，我办事啊！朋友，啊你哪知我无死？因为苏爷甲我讲，已经买小叔去送啊。啊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无怪，叔叔伊讲，要甲我请菜迄阵，甲我讲一寡话。伊是甲你讲啥啦？伊甲我讲我有啥物遗言要交代无？伊要替我转达。伊搁讲一寡足奇怪话呢。伊讲我的命真值钱啊，啊搁。你的命遐尼值钱，我甲你讲，等你听你唱声，随倒落去死，千万莫颠倒，免互人知影你的亲戚，知无？然后我听到唱声了后，我就紧倒咧假死，我来就倒来遮咧。为着我，害你受遮尔济委屈，我害你互拍甲安尼，差一点都无性命。以后你不准离开我，无？朋友，你莫搁哭，海运已经过啊！你甲看，我连命都会当捡回来，好运绝对跟你来。你莫搁哭，我唔相信天公伯啊，心肝遮尔凶，日日拢互我歹运。你还无死，你还无死。什么？你还无死？敢会安尼？这是确确实实的代志，我亲目睭看的啊！迄个豆腐机啊，洪光入来的时阵，我嘛掠准伊已经死啊！啊，哪会讲入去保养的房间，又搁转换过来呢？这个代志，呀，你毋是讲甲迄个叔叔其实拢讲好啊？即马代志哪会搁变甲安尼啦？打开啊咯！是迄个日本仔，伊讲一套做一套啦。你钱摕了后以后，讲到遐尼水气，安怎正的？你白煞去互拼去咧，实在是有够可恶啊！这毋是可恶，是真可怕。这个叔叔其实，哪会突然间转变遮尔大？你甲伊以前毋是要合作过一段真长的时间，想到即摆伊哪会敢出卖你？这中一定有人咧变鬼，敢会是伊？我认得，一定是伊。是讲啥？钱爷，真爷？是不了迄个本钱啊！我早就咧怀疑伊啊！伊敢出现伫了解安尼拄好好，迄只流水底的地客，全部拢伫伊的手里。气啊咧！你安尼甲我看要创啥？啊，我交代你的任务有完成无啦？接过来啊！你这戆查某！我叫你先去甲伊有怪，使来探你的底细。你干什么拢无完成哦？你看这么无路用啦你！老公，你莫生气啦！你若生气起来，我就惊的啦！老公，莫生气啦！你愈啊，是的啦，我一时失手，有甲你迄惊着无？老公，你袂离开我啦吼！你袂放
我啦吼！袂啦，袂啦，我哪会离开你啦？比如啊，你什么听我好哦？你替我去办一件代志。你讲，你叫我去做，我一定会去做，只要你别离开我。我袂离开你啦。你就抓，我要你就抓。好啦，我就抓啦，我袂离开你啦。真的哦，你不会甲我骗哦？我哪会甲你欺骗啦？比如，你听我好势，你去甲保佑我迄个母舅解决单身。你想你的秘书来个袂好倒，啊若万一袂当，你就用第二招，是咱对付迄个流水假招，头死。我唔敢啦。比如，哪来无？够这？就歹呢，阿强啊，你要甲试看卖无？唔免啊啦，啊，迄是要上食的。啊，就保佑我用阿舅啊。哦，这菜吼，我来拣就好啊。啊，送互你洗啦。安尼歹势啦，佫互你无用。对啦，这我应该。多谢你哦。来，请啉鸡汤，啊，多谢。哦，足香的啦。趁小啉啦。我甲金华旁来有保育哈。免着急啦，等者等者。啊，报告遐吼，等下才去啦。好，来，坐一下啦，陪我讲一下。无咯。无，来，坐啦。啊，毋着坐看。这鸡汤吼，你嘛啉一寡。你毋着啉寡。这鸡汤哦，实在足香的啦。对啦，恁后头厝敢是开汉药店的？是啊。哎呦，无怪哦，无怪哦，你炖的鸡汤哦，比啥搁较香啦。一定掺迄少真高贵的药材对无？对啊对啊，我炖的鸡汤哦，保证补身体。安尼就对啦，安尼就对。哎，对，是讲酒碗吼。来，我甲你讲，讲鸡酒碗啦。你讲吼，一人一半啦，感情较袂散。你先啉。无喏，啊你是主人，我是骹手人，我唔敢啉啦。哎，讲这要创啥啦？免客气啦，啉啦，啉啦，啊，毋着退去。啥怎唔敢啉呢？拄则迄碗你就敢啉几喙啊？啊，这碗你就唔敢啉，你到底要啉也唔啉？哦，我白啉，哎呀，我真正白啉。无爱啉嘛着啉，来。我白啉，我白啉啦！哦，你哪才讨债啦？李露啊，讲起来吼，我真正爱甲你说道谢。你先放心。我已经去拜访过看碰水鸡的大夫，
嘛看过因开的药，是检查袂出来，到底问题出在倒位？明明是治病的良药，是安怎碰水鸡，药愈食病煞愈重。问题就是出在这块碗内面啦，啊？当初是甲这两块碗有安全共款，一块是安全无加料的，另外一块是问题所在。佫想要辩解？是不是还要操你的心？你还是找人来化验这块碗？你这会真做？你要小心，互你抢，互你抢，互你抢！我啥物拢唔知，啥物拢无做过。等你去做嘞！你讲啊！是安怎向我加汤你唔敢啉？你讲啊！讲啊！好啦，免搞电视啦，起来！你起来！你免多听我白讲，伊就是我发现伊的诡计，即摆就吼假笑电视啦。你才是笑的啦！你才是笑的啦！笑一下我袂讲话啦！你假啊，搁真诚呢吼！过来，来。你做啥？你叫我哪拢无洗目睭？这个人拢要害我，这个人拢要害我！你去救我！阿叫，该踹落去啦。哦，你是安怎啦？我看你要假到什么时阵？苏影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这碗拢清起来，你啥一直洗啦？有毒啦！这我拢是毒啦！啥物有毒？这我中落甲洗过尔啦。你唔知啦，这我拢是毒啦！哦，莫你莫过来，莫过来啦！无叫，啊你安尼行来行去，你是咧烦恼啥啦？我是咧烦恼阮阿母啦。啊，有敢若我3天的时间，今日已经是最后一天啊呢。我就惊，明仔天若光，无叫，你袂为着恁阿母，真正答应嫁互迄个周阿万有无？无叫，你有讲过，你袂阁离开我呢？我知。啊，毋过阮阿母是要安怎？甲安怎讲？伊嘛是辛辛苦苦甲我请养大汉安尔。我哪会忍心看伊安尼？无叫，铁定兄一定有法度救恁阿母的啦，伊一定有法度的啦。啊，毋过我惊万一，袂有万一啦，铁定兄连我都有法度救啊，一定有法度救恁阿母，你要有信心啦。是要传到啥物人食啊？传到这尔澎湃。要啥啦？就是手出八支镜头啊，迄个胶布蒙药啊啦。哦，好啦，无阮来去办甲顺路啦，吼。辛苦辛苦。来，乖，开点门嘞，来送饭来。啊，不你想啊？我先来啦，你臭甲做代志啦。咱规定人吼，以我遐啉啊水药嘛，大吼，叫我先去送来，不然去枵死啦，紧的啦。啊是要加薪啦，已经去送来啊啦。食饭啦。万如啊，你叫人送这个好酒好菜要我食，啊这是啥物意思啊？啥物意思？看你的表情，
应该知影我是啥物意思嘛？曼如啊，你若安尼讲，这顿就我最后一顿啊了。希望毋是啦。啊，毋过明仔载天若光吼，我等下我的新娘，这就是你的最后一顿啦。曼如啊，拜托的好无？你互我搁再甲宝玉啊讲一个啦。阮宝玉啊吼，伊的心诚软，而且搁足友好，伊嘛诚听我的话。我来叫伊嫁谁，伊就嫁谁。拜托你莫甲我抬好无？我看你免搁加了讲去甲讲啥话啦。恁查某囝是一个挑人嘛，伊家己知影轻重。伊若有心要救你，伊就自然会嫁我啦。啊无你嘛互伊甲我搁见一摆最后一面。免啦，你想要见伊，啊，恁宝爷啊，无一定要见你这为着叫吼，会甲家己的查某囝卖袂去的老母啦。你紧食啦，食好饱吼，较袂去做一个妖鬼啦。无咯，曼如啊，曼如啊，你什啦？曼如啊，你听我讲一个啦，拜托啦，曼如啊。哎，好啊啦，叫啥叫啦？紧食食啦，要伤我盘啦。你无看人即摆心情，当然袂哪食会落啦，曼如啊。哎，啊你是安怎啦？你是毋是腹肚痛啦？哎呦呀！哎，啊你是安怎啦？肚痛啦！哎呦，哎，紧来看嘛，敢真严重啦？痛死啦！紧啦！你看你看，门给开开啦，紧来！哎，无你是安怎啦？天若光吼，因查某囝阵来答应嫁互咱大个吼，伊就是咱大个第五嘛。到时阵出啥问题，你是要怎交代？紧来啦，紧来啦！哎呦呀！天明啊，水哦，你骹手真了尖呢。好啦，水吼，再来好好咯。哎呦，遐混一个人，你无顺手甲救？啰嗦啊！而且讲锁掉咧。阿峰啊！哎呀，要出了！慢点走。你是啥物人？感觉恁爸做对？哦，你是无辜嘛？今日恁爸若是要甲你碎尸万段，誓不为人。老红做纪念啦。抓你啥？嘿，抓你下头来一个顶，顶。莫非伊就是玉人会聊天顶？宝玉，你哪会转来？宝玉，你有代志无？我就惊以后拢看袂到你啊，你知无？是咁，今仔日在惊，我搁较惊，我差一丝仔就惊死呢。水啊，真多谢你啦！哎呦，宝玉啊，你都唔知咧，吼！若讲到这个铁顶啊，吼，实在有够猛的了，吼，迄真人不露相啊，迄就敢若亲像咱人啊传说中伫咧讲跟你聊天顶共款啦，对无？对对对对。阿姆啊，你一道毋知讲过几啊遍？我讲过嘴啊，紧去休困啦，这边来这边。哎呦，莫安尼一日转来就要叫我去困啦！迄个水家迄间房间我都唔敢困你个啦。哦，我甲你困，安尼好无？哦，那安尼就好啦，我特别惊啦。好啦，你先入去啊，我来甲你泡面汤水。哦，迄较想要食点海鲜，我先来去休困。哦，较足酸的啦，吼。
哎呦，暗沙沙啦，还无开灯啊！安尼是要安怎行啦？安尼暗到安尼，哎呦！哎呦！你这个惊！鬼，你是鬼！母啊！哎呦，你莫甲我叫啦，你啊！我知影你怨恨我吼，怨恨我搁将宝玉仔嫁互别人，歹势啦！我安尼做，我嘛是不得已的，因为吼，我这世人就送囝了，要惊死啊！所以我毋才会将宝玉仔嫁互有钱人。你若要怪吼，你就爱怪你家己出世毋着小在啦，去出世做善良人囝。你哦，死落去，我会烧银纸互你啦，互你搁再去订投胎啦，好无？拜托的啦！拜托你走开啦！你紧走啦！你莫走哦！你莫走！你莫走！我走！你莫走！我走！我走！我走！你是咧创啥啦？哈！你是咧创啥啦？我看有鬼！我看有鬼！房间有鬼啊！是倒位有鬼啦？大年纪啊鬼啊！年纪啊！阿母，哎呦！你看有鬼，搁咧笑啥啦？年纪无死啦。这老可你看啦，我迄死人手捻叽叽，你摸伊的手啦，是烧的啦，烧的。哎呦，搁有影呢，晕，搁哪地哪烧都对啊！啊，你就是无死哦！哎呦，你搞死啊！你搞死啦！啊，无死也毋较早讲咧，互我后要惊死。啊母啊！啊，你都无法有开喙的机会啊！哎呦，我就一直讲，啊，是安尼电话哪毋点就倒啦？安尼暗沙沙安尼。啊，就保佑有交代啊，讲安尼哦，毋好开灯啊，会较安全啦。阿母，啊，经过遮尔济代志，你是毋应该下决心改叫？对，对啦，我应该有影爱改啊。是讲，下年纪啊，你敢是去互阿本啊，甲你杀去砰砰啊！啊，你若搁遮去啊？是孙兄救的啊！哎呦，是啥人救的啦？阿母，其实母姑就是孙兄，孙兄就是铁莲啊，铁莲啊就是母姑。哦，听甲无煞煞，迄母姑、铁钉啊，搁师兄，安尼，到底是倒一个救的才对哈？大家走去啊！你这无路用假笑！顶头顶落去，物件看到好势，明仔载咱就离开。是安怎嘞？咱的交警生意做得真好啊，阿平的买卖嘛真有趁钱呢。趁钱较重要，还是性命较重要？当然是性命较重要啊！啊，毋过哦，免咧毋过啦。想要知影原因哟？有看到无？这是啥物？顶啦！聊天顶的顶啦！聊天顶已经找对咱遮来啊啦！咱无走敢要相信？有枪手？啊，你看有枪手无？去甲你爸死死出去！放开哦！我袂是安尼做我囝，我袂就好聊天就别个走头无路。安尼，我酒啊万户一世永远。过去了了去，谁啦？要打岔啦！你是无想要挖心啦？啊！你是该哭啥啦？你别让你看到水水去啊！你这是哪个创啥物？
你这个戆查某，安怎？是毋是失手？是毋是去好案啊？哪会知？我哪会知？看你的表情，你爸就知啦。无路用的人，莫咧怪你的啦。我甲你讲哦，我真个怀疑，无药的保具一定是聊天这个东东。遐就无迄漏水计的地契，哪会伫个手头？我哪遮尔无小心啊！那你要安怎？无有伊无故，你叫人怀疑水计是我害死的。好佳在我迄阵紧介绍。你问我要安怎？你家己去想办法。恁爸不会插你遮尔济啦。放生我！放我！你哪有放生我？你别讲过，你别说我到你走。你有讲过，你别让我过好日子，你别再放生我啦！啊！为什么？小娜，你是到即马阁袂清醒哦？你对我来讲，已经无利用的价值。你是讲，不用啊！这个就是你要敌的人心。无唔对，伊比你较好个，比你较水，比你更较少年。你想要继续听落去？以后。你讲袂使，你讲袂使。我知影你上爱的人是我对无？你莫讲过咧，你莫因为我去死，你慢慢就可以做。讲你永远爱的人是我，你永远爱的人是我。我知影你是会惊我，我知影你是会惊我的人。我无咧甲你吓惊，我讲的拢是真实的。还要怪你家己戆啦！你当去借镜，借过来借我清楚，看你即摆这个款，我会去爱你这个小婆的哦。哼！臭查某，你咧洗面哦？等下你别去看到你哦，你紧走！像啦，这像你个家伙啦！这里去，我跟你赔的哥哥你啦！也是同款水水，我是不是有水水啊？我有水水无啊？啊？你来让我吧，你让我吧，你让我吧，我不要！无啦，你紧起来啦，你误会我的意思啊！你起来，你就水的啦，你就水的啦，你紧起来，紧爬起来。我真水的哈，你就水的啊！我真知影我上水。我比保养还较水，对无？呀，我上水咧！妈母，我做想你啊呢，你莫离开我好无？妈妈，我做爱你，你莫离开我，你莫离开我，妈母，我做爱你的妈母。你讲比鲁起笑啊？敢真是？是啊，伊笑得真厉害呢，我看真严重哦，连我拢叫惊一个。
阮大咧，毋是啊，我是讲林宝姑咧。就伫出了什么代志？阿娇，你去做你的代志。是。大，这一个办法，要甲交警收起来，准备要落跑咧。你袂走啦？不行，你走袂去。杨兰辉，你唔免紧张啦。我今日来要通知你，周万富就伫要离开啊！你要失去一个真好的客人，后摆你真无简单温厚的鸦片，就无人买啊！另外，佫要甲你提醒，周万富无爱的物件，钱爷伊嘛无爱。哼，四钱会使无爱甲我买，但是万，伊唔敢，为什么唔敢？你唔通袂去，伊手头佫有你食钱的证据，伊阵啊甲你告去警察厅督察迄搭。哼，你食钱甲屈达成招的代志，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前途。伊敢？哼，敢唔敢？你家去问伊就知啦。等下，兰辉，大家袂当有你想要来动，想要走就走。你来啊！你下头，廖天丁后去找你啊！听讲你要落跑离开家，你的消息嘛不离要紧哦。你敢要做叶亚甲？当然嘛唔是，我是先把我的财产刷一边，才有法度专心来对付迄个廖天丁。干嘛呢？我唔管你听着啥物，苏主席上，咱两个即马一定要合作，才有办法来解决迄个姓廖的。真可笑！我袂阁相信。苏主席上，你唔通阿达嘛恐吓你哦！我是你的朋友，你爱相信我咧。你头壳伫咧想啥？你想讲我唔知影？我唔对啦，我是摕到4钱的钱，才甲连机放掉的啦。敢讲你唔是伫咧怀疑我？你，若甲你开掉，就无法度讲出卖我。苏主席上。比如，我没走，我没使动，我没使动。比如，是我啦，万富啦，你袂认真我哟啦。没领导，比如啊，我呢，我甲你约束好，你翻走高飞迄个周万富啊，你袂认真我。快过来！马上，快过来！你较冷静，即摆拢无代志哦，你爱相信我讲的话，你是我信的人啦。喂，阿威，你先慢点，慢慢来给我。我当年无辜啊！
是万有啦！你是起啥你潇洒我哩？我做爱你的呢，你莫放杀我，我做爱你的啦，潇洒我哩！快点！你看看你白大，你他妈伤你，甲你老水加见面。是不是？你看你白发鬼。看你要走喺度，恁吼是怀疑东怀疑西啦。你想看卖？刚才去派出所的时阵啊，看不了拖罪啦。慢啰嗦！起来，干嘛给？起来！高阳新啊，你家己出来看这两个啊，一个啊，阮孙子贪污了卖鸦片，啊恁大家啊，家破人亡啊。另外一个是地方的老麻，为了紧开查某囝啊，去收保护费。你的吧，欠恁的股，收恁的货啊，怕死啊！为啥我来开了兵啊？哎呦，好死啊！怕死啊！怕死啊！哪呢？警告我放开！哼，别个吧！你是谁的假钱讲我？绝对袂个吧？你才应该掠去枪杀啦！伊都是提起最佳凶手啦！我唔是，你才是真正的凶手！你明明讲是你啦，还佫叫我去掠连机啊替你打罪啦！叔叔其实，你竟然也无伊掠一个不公的人替伊打罪，办卡！好啊，人甲恁送到位啊，阮好来走。别让我走，这人就是鬼佬的廖天丁。你莫我袂讲话啊！伊是袂高丁的，你讲伊是廖天丁，我就是廖天丁的，你敢不信？100天地。200个洞。夫妻对白。上帝东风。多谢你。连机啊，不要，恭喜你啦，恭喜！来，这吼是我一点仔心意，送予恁吼做结婚的礼物啦。哎，孙啊，你是我甲连家救命恩人，你的恩情，阮一世人拢会记的。你的物件，阮袂收的。无啦，这是啊，铁定啊，我的命互你救回来，即马过当我带到保育，我已经非常的感激你啊！这礼物唔好收啦。哎，无要紧啦，小可意思，收起来啊，收起来。对，哎呀，爱收啦！等人恁天
记顶仔句吼，伊是一番的好意了。要来甲恁好礼送的物件，迄好礼名迄无共收，迄无共收的不吉利，你知无？是讲，等下伊送啥毋知啥物货吼，咱当场甲开起来看，则较有礼貌，嘿，吼较有礼貌，看这是啥物哩？看有交啊无交，敢若那不哩拖动哩哦。哎呦，咱所文地客拢伫遮啦！这啥咱日子都好过啊你啊！我来保管啦。无啦，无想到你摕去管咧。袂啦，我绝对会甲顾甲好势好势。你妈，哦，这地客遮多，你看要有啥保管较好？我当然嘛是要保养啊顾。安尼啊？对啊。阿母，你唔通袂记答应我的代志。会啦，等你母啊偌好记伫我讲袂播就是袂播，当我即嘛毋是无咧播。好啦，上礼东坡。妈，恭喜你啊！多谢你啦，多谢你啦！啊，你目光真严的吼。当袂赢啊，伊飞机还搁入我遮。送到遮就好，阮好来。孙兄，真多谢你哦，我都唔知要安怎感谢你才好。天灵呀，这摆若毋是你哦，我一定无性命。真正非常感激你。来，紧起来。小宝，你莫甲我扭啦！哎呦，应该啦，应该啦，迄就是迄个美女啊啦，保育啊。哎呦，你较早互伊苦毒到安尼吼，伊迄就是歹心啦哈。啊，歹代志做伤济，即马伫咧报应啦，毋知会消甲凄惨。我真想你啊，白虎。喂，你在吵啥？伊毋是你白虎啊啦？好查某哩。喂，知不知道？你可是白虎，啊，你在吵啥啦？喂，你是在吵啥？你潇洒我，你看，哎对，我头前等你啊！哎呦，这个咪姑是上影无写事啦，撞到这个小查某，你看含咪姑一样放伊煞啦，这真是有影报应啦。好啊啦，你唔通讲别人啦。你阵若唔改叫吼，这8支镜头吼，连工就变5支啦，迄嘛是你的报应。袂啦，我都改啊你。安尼上好啦。孙兄，以后若有按家来，再来红请哦。天灵呀，多谢你。好啦，我大家保重。来去。有闲得过来啦，好，得过来。阿母，你都爱听孙兄的话，真正爱改叫啊。知啦。去罢啦。阿母，恁先带转去吼，我小等下就转去哈。啊。小声一拍，小声一拍。恁现在足无意思，你知？要68啦嘛，就小通知一下。来，我做状看。你看，恁尽量缀啦哈。看车就有够力啦，缀较大肚都有摘条皮。来，缀落。